给大家演示下透明牌靴啊，如何可以吃到结果啊？有用透明牌靴给大家看看，外观是没任何破损。好 ，OK， 5CS。好，我们先发一把，闲7点，庄5点，庄真牌，庄赢。我们出来这把的话呢，可以知道后面的结果了。啊，接下来是2个庄，啊，发给大家看一下。闲1点，庄6点，闲真牌，真个1，啊，庄赢。下面这个也是庄赢，继续发。闲1点，庄6点，继续闲真牌，啊，庄6点，庄赢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，继续发2个闲，发2个闲啊。闲0点，庄0点，闲真牌，闲3点，庄真牌，庄1点，闲赢，啊，效果是100%的啊。继续给大家发着，接下来这把也是闲赢，闲9点，啊，庄4点，闲赢。大家看看啊，牌靴是没任何问题的。